雪哥，大头雪哥，大头雪哥，左二的，老板娘，哎呦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给我拿个雪糕！你用来干嘛？你又没钱。我有。那行儿子，你自己挑吧。哎，老板娘，不还剩下5毛吗？那我再转100大转盘。哎，行吧行吧，自己转吧。中！哎，50！老板娘，我中了50啊！哎呀，那我身上也不够50啊！那这样吧。